雷霆喧声，江烟相游，太禅教法张真君，功名殿前，世家太玄，独生思想真君，神孝经纶，如意都督，龙虎宣看赵元帅，宣化财神天尊，赤峰三界关圣帝君，宝彩开云天尊，大海宝藏四部龙君，正义福禄财神真君，禅上张应范真人，守财藏真比真人，东方家义公，清金财神，南方兵兵公，是金财神，西方更金公，白金财神，北方人归公，五金财神，中央无极公，黄金财神，五方五路。雷霆喧声，江烟相游，太禅教法张真君，功名殿前，世家太玄，独生思想真君，神孝经纶，如意都督，龙虎宣看赵元帅，宣化财神天尊，赤峰三界关圣帝君，宝彩开云天尊，大海宝藏四部龙君，正义福禄财神真君，禅上张应范真人，守财藏真比真人，东方家义公，清金财神，南方兵兵公，是金财神，西方更金公，白金财神，北方人归公，五金财神，中央无极公，黄金财神。